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6月1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箴言第3章13到18节，以弗所书第1章17节到1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圣神的气力。到底圣神的气力是甚么？圣神的气力有偌大？有真侪现代追求灵恩运动，真介意超找灵恩医治能力。坦白讲，即种将圣神的能力甲伊限制、甲伊降低，这是无介正确。圣神的气力绝对毋是只有迄种医治的能力尔尔。好啦，亲像咱昨读经的中间所引用路加福音第1章26节到38节的经文讲，天使甲玛利亚所讲的话，圣神的气力是想赐互一个年老袂通生育，伊的亲情伊丽莎白会通怀孕生囝。另外一个年纪非常大，佫会当怀孕生囝的，就是伫旧约，咱必须要回到旧约的记载，就是咱真熟的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来，伊伫伊90岁的时阵生囝的记载，互撒来生囝的，照记载是上帝。就亲像咱昨伫咧讲到圣神降临的主题中间所分享的，圣神降临其实就是代表上帝。所以千万毋通袂记住，当咱咧讨论到圣神的气力的时阵，其实咱就是咧讨论上帝的能力。箴言嘛甲咱讲，追求智慧的人有福气，找到悟性的人有福气。智慧比银更较有利益，比精金更较有价值。智慧赢过才会珠宝。你所爱慕无一项通好甲伊相比。智慧互你长岁寿，也互你富贵荣华。智慧互你过一个真爽快的生活，带你行伫平安的道路。聪明的人有福气，智慧要互伊性命。咱注意听一句，智慧要互伊性命。相款，咱伫圣经的中间咧讲到智慧，所指的也是咧讲上帝。圣经甲咱讲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智慧甲气力伫圣经的基础观点，拢是咧指上帝来讲。所以因为安尼，咱咧讲到圣神的气力的时阵，就必须爱用这个方向来论。咱之前有讲过，上帝的智慧悬过咱的智慧，上帝的道路悬过咱的道路，这是伫以赛亚上帝的旨意也悬过咱的。所以虽然咱领受着圣神，但是咱来有这个圣神的智慧甲气力，咱无可能甲上帝同款，无法度甲圣神同款。基督徒应该爱谦卑，爱会晓追求，爱会晓领受，才会通得到上帝的带领。得到上帝借着圣神所赏赐的气力，所以咱千万爱记住，
伫咱的心上所咧彰显出来是圣神所赏赐的快乐，但是毋是等于圣神的能力啦吼。咱必须爱记得，上帝借着圣神所赏赐互咱的即个能力，吼，甲智慧，毋是要来彰显咱有即个能力快乐，是要爱互咱搁较认捌上帝。伫以弗所书第1章17节到19节的经文，安尼甲咱讲：求阮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荣耀的天父，将圣神赏赐互恁。这个圣神会互恁有智慧，启示恁认捌上帝。我也求上帝开启恁的心目，通互恁知，伊呼召恁来得到的愿望是甚物，所应允互伊子民的产业是偌尼啊丰富。伊伫阮相信伊的人中间所运行的大快乐是偌尼啊强大。圣神的智慧甲快乐有偌大？圣神伫创世纪的记载内底，是甲上帝做伙同工创造的上帝，这是圣神的快乐啦吼。虽然咱领受着圣神，但是咱爱记得，咱无因为安尼就有创造的能力。基督徒就亲像亚当共款，咱是领受着圣神，就有圣神的智慧甲快乐。所要爱的目的是要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来成做上帝好的管家，会当伫上帝的园内底来服侍主。诗篇第8篇，上主，阮的上帝，你的威严普及全地，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，对囡仔、对婴仔的喙唱起来。你要起造要塞，封闭对敌，要消灭对敌，消灭冤仇。看到你的真手创造的天，你所安排的月亮、星辰，人算什么？你遐尼关心，世间人算什么？你遐尼照顾，你互伊比天使小看较低，你使阳光尊贵做花冠，甲伊治理。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，你互伊有权柄支配一切的羊甲牛，山野的走兽，空中的飞鸟，海洋的鱼类甲活物。上主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威严普及全地。感谢上帝赏赐圣神的快乐，互阮通甲主保持亲密的关系，赐福阮。感谢耶稣为着阮牺牲所赏赐的救恩。感谢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